什么叫艺术？来看看自称艺术家的 Lady Gaga 指导拍摄的首部行为艺术短片吧。看不懂吧？那就对了，看得懂叫俗，看不懂的才叫艺术。时尚就是门艺术，Gaga 就是艺术家。先有凯特摩斯被狗仔队逼到接近崩溃，后有 Gaga 喷血献唱《狗仔队之歌》。Gaga 再次用他拍摄指导的短片挑战狗仔队。他的首部自拍自导短片，主角就是这些脸上长着镜头、射出刺眼反光的家伙。短片名就叫《见鬼》。话说见鬼的可不只是 Lady Gaga， 来看看他为日本杂志拍摄的封面造型。乍看没什么，近看就又是艺术了。Gaga 身上的都是新鲜的肉片呀，难道他想表达肉感十足的时尚潮流？不知道你怎么想？链锯杀人狂肯定会以为见到 Gaga 主演的吸血鬼。